少傷悲，也許不必再講所有道理。何時放鬆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？我說過如何一起高飛，這天只想帶走還是你，如重溫往日遊記，但會否疲倦了嬉戲？早晨咁多，今日係我第一次讀嘅，希望可以玩順順利利啦。咁今次我搭嘅航空公司，你估係乜嘢？上機啦！希望玩得開心。已經辛苦已經搞掂晒攞晒要買嘅嘢，咁而家搭 Skyliner 車，睇我今日而家依3日。工作結束後再上車。
已經辛苦追嚟到呢度。咁呢度咧密碼應該係幾經辛苦終於入到嚟到間係 Home Tour 啦。先入嚟有個智能廁所，之後有部洗衣機，有個洗手盆啦，都 OK 嘅呢度。哇，個浴室都 OK 啦。之後入到嚟有部電視機、2張床，仲有個拖板喺度，都叫靚仔啦。簡單嚟講都 OK 嘅啦，出邊就睇唔到啦，夜晚。好啦，唞一陣就出街。由於去到民宿已經好夜，加上我仲要拎2個篋上3樓，已經好攰啦。咁即刻出街整埋啲手尾，返到去就準備休息啦。咁呢，聽日就帶大家去一個比較遠少少嘅地方去玩，有好多海洋生物嘅。咁呢，就聽日見啦，拜拜。